大家好，我是瑜伽老师林永明。先前呢有教大家4个3个关节的保养，然后呢我教大家呢怎样来保养，这个脚趾头，怎样来保养，脚的关节。第呢哈，假使讲人脚长筋无力啦，好脚带迄无力，你就人脚趾头呢作为动态力量来支撑起。我说练脚哈，练功啊，一定要从末梢神经，一定要从脚带开始哦。我们看下按简单的动作哈，那渐渐呢，老人脚趾头安尼哈，打开来哈，塌下去，打开来，塌下去，随时的坐垫、起垫就可以做。那慢慢的，你看哈，安尼凹转来，好，慢慢的，因为大摆呢只用脚带行路，练安尼脚趾头有力啦。那样个练脚趾头有力，假使讲吼，年纪较大啊，脚趾头已经动无力咧吼。那记得坐垫哈，慢慢的一只脚、2只脚轮流安尼按摩，你要知道动顺圆、动顺通。点么顺圆顺通哈，最因为人个地方哈，个关节已经钙化的哈，也数字的关节，你看老的时候啊哈。会手脚麻痹啊，那慢慢的安尼练习安尼，好用脚坐垫来哈，慢慢的刺激它，按摩它，好，也是体个动作，可以坐垫做，好，个脚长筋哈，接安尼哈，脚长筋，慢慢的哈，嘟啦，轻松腰呢，就是保养个脚趾头呢，老人家哈。这放床去，我知道脚手头冷，放床呢，唔好讲一下子放起来。你记得哈，放床去哈，人脚趾头，我先扫啊，手臂手啊，脚趾头安尼手臂手起，然后放床，好，冇作用啊，安尼搭啊。好，那记得咯哈，安尼搭起有一点力量啊哈，安尼按摩，那安尼搭起哈，脚趾头会动酸动麻动飞啊，其实表示讲哈，人血液循环好，假使讲脚趾头血液循环唔好哈，你就会硬高头咧，难估也难放哈，也坐垫呢哈，假使起垫的话哈，你练习哈，用安尼脚尖走路哈，慢慢的按行路。各位阿伯阿叔，那地吼，安尼脚有几创业的啊？那出国啦，爱旅行啊，爱行路啊，做也上脚了。故说呀哈，假使可以话哈，你说安尼哈，竖起来，安尼练习安尼行路，用脚带行路，个人用脚掌筋行路，安尼。你冇看到很简单哦，你试看呐，你也看电视哈，你试看呐，行路，然后像样安尼行路哈，用脚掌筋，好，个用脚尖，你看啊也安尼行几多的哈，身体就瘦的。身体就知道讲哦，瘦起来，脚趾头就有力的哈，慢慢的安尼。你假使讲人脚就无力的，脚趾头就有问题的，你就怎样啊？板凳完全轻松腰哦，唔好想讲佢按简单，一日做一些的，按不头哈，唔是重慢的，所以脚带就会瘦。好，假使讲冇办法讲安尼无负担的话哈，你就安尼负担，好慢慢的，安尼起点看电视，好安尼起点看到看17台客家电台，好看好些，好广告些就不用下来聊一下，过安尼fin的哈，也当重要的一个安尼要点就是讲哈，你爱老人脚长筋哈，也当然安尼按摩，你脚掌筋有力，也脚趾头一定会有力。你看哈，你脚趾头无力，已经脚趾头脚掌筋是硬高哈，也係做运动嘅方面哈。最后一个方面哈，你看啦，要带一个护膝啊，保护人嘅安尼脚趾头哈。各位阿叔阿伯阿伯们，那啲啊哈，落去哈，唔好安尼哈。给安尼逞强啊哈，保养轻松腰，冇都有问题嘅。看医生啊，做个改关节哈。你看哈，我呼吸当简单，你做那个安尼做起来哈，那个保温啊，保暖，那个安尼脚趾头撸起来，好安尼带点呼吸。你行路啦哈，爬山的啦，有呼吸保护哈，你就会知道哈，脚较有力，好，你安尼做点，掉下来，你冇知道讲，你安尼。
到时就要吃到个，你看两只脚，我一只脚有做，一只脚冇做，就吃到讲，昨天还有力，还有这种保护啊，你就会吃到较安全，较唔惊跌倒啊，安尼哈，就会吃到讲，行路哈，走路有风，丹田有力。记得咯，当简单的动作，当你做，一做一系列，一做一系列，存钱咩嘿啊，一滴滴的累积啊，一滴滴的存钱，做运动呢，就存健康的钱，存健康的身体，安尼呢，也生命长有价值，长有价值咯，现在就能够轻松愉快。好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，安之些。